但市3当前对第一座大温特色公园启用以后，市府依照民意需求，总共要投入8.8亿来打造28座特色公园。其中委托林内就已经开发15座。议员林依莹伫总日顺肯定特色公园的建设，不过反映上济民怨就是热日头的设施不足，伫炎热的天气恐惊有热伤害。除了要求伫大树成长的过渡期要有配套，嘛希望类似现景当中的眼眶或是小桥公园，一定要编入抓因的预算。我们因为知道说，其实台南好几座公园，包含新设的公园，都有发现这个，因为我们南部的气候真的是非常的炎热，常年这个曝晒下，不管是油具比较容易损坏，或是说小朋友在玩的时候，这油具是热腾腾的状况。好，那所以说在这边我们也希望说，能够在龙中公园的这个沙坑这边要特别去注意说，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遮阴这个面向一定要考量进去。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承诺？可以，我们会注意到它能够尽量是比较凉的地方。遮阴设备其实也不便宜哦，我们所了解哈，大概像假如你这个普通的一些游乐设施哈，有时候反而比普通游乐设施还要贵。遮阴的设备快要比我们的油具还要贵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必须要去考量。会中议员嘛针对西湾地空地的救生圈老旧，根本一摸就浮起，无救生效果，质疑维护管理单位的疏失，要求改善紧急急救的设备。对此，市长嘛认为需要追究维护的责任，马上改善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